香港江湖進軍歐洲時，曾遇到一個前所未有嘅強大對手，唔係彪悍著稱嘅意大利人，亦唔係孤膽亡命嘅大圈猛人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居然係嚟自新加坡嘅阿公黨。佢係14K 荷蘭教父陳元某、聖和比利時教父鄧家明嘅噩夢，逼到14K 英國教父牛哥落荒而逃。上世紀70年代，喺歐洲嘅十字路口荷蘭，阿公黨數年間快刀斬麻，將最大對手14K 拉下馬，坐上唐人街頭把交椅，笑傲歐洲江湖。而坊間至今對阿公黨支支寥寥，想揭開呢個神秘社團嘅面紗，就要走近阿公黨嘅創始人海南仔。海南仔原名陳通明，英文名 Roland Tanton， 江湖人稱老叔、阿哥、羅仁叔。傳說中嘅阿公教父 Mr. Big 1970年嚟到荷蘭創立阿公黨。陳通明係海南移民後裔，1948年出生於新加坡後港嘅海南村，呢個亦係綽號海南仔嘅由來。陳通明年輕時桀驁不馴，好早就加入當地幫派108師會黨，染指偏門生意，以打手嘅身份晉升為108支派死黨骨幹，以海南仔之名行走江湖，並喺獅城街頭留下一起命案。1969年10月某日午夜，海南仔與手下魔鬼帶咗8名小弟分成2車，喺歐典戲院門口嘅紅綠燈附近，將一輛白色轎車團團圍住，車內5名男子紛紛跳車逃命，落跑2人一死一傷。隨後海南仔同手下閃離現場，呢個係一場幫派糾紛引發嘅江湖報復。受害者係一名28歲嘅夜總會駐唱同一名31歲嘅退伍軍人，均有108師會黨支派白金龍背景。隨後白金龍對海南仔展開追殺，並與死黨宣戰。1個月後嘅凌晨，海南仔喺大華戲院門口再做一起2死命案，不過就誤殺咗一名20歲嘅108師會黨小龍山成員。前有阿 Sir 全城通緝，後有白金龍追住唔放，海南仔同幾名手下倉皇逃離新加坡，輾轉到馬來西亞，坐上咗飛往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嘅班機。海南仔母親認過一個叫尊尼嘅契仔，係一名定居喺阿姆斯特丹嘅海員。尊尼呢個人亦唔安分，之前就跟住幾名新加坡人喺唐人街以死黨嘅名義打混，2人喺一齊相當投機。海南仔加入後，將死黨重組為阿公黨，改頭換面殺入唐人街江湖。阿公黨最初得10幾人，喺唐人街根本唔算係一碟餸。唐人街話事人係14K 荷蘭教父火麒麟中滿，喺當地經營多年，打入當地阿 Sir 高層，手下馬仔200幾人，財雄勢大。除咗14K 之外，仲有聖和、大圈、越南幫等形形色色嘅小社團。海南仔選擇收斂鋒芒，靜雞雞發展，一邊從東南亞吸收精英，招攬如金鎖匙、大強尼同丹尼斯幾名悍將，另外仲將一啲越南幫猛人收入麾下，羽翼漸漸豐滿。大強尼仲同有利賭場老闆結拜兄弟，攞低咗有利嘅睇場權。1975年3月，火麒麟被跛豪派人做低，俾咗阿公黨出頭嘅機會。火麒麟之後，14K 陳元某上位，另外仲有易中、洪錦堂等紅棍猛人。陳元某為人囂張霸道，牽2條大狗，帶2隻火衝，成日到阿公黨及實嘅有利踩場。阿公黨忍無可忍，派人喺快樂酒家門口將陳元某暗殺，連同陳嘅2名保鏢一齊送走。阿公黨出手做咗陳元某，引發14K 嘅連環報復。易中、洪錦堂聚齊人馬開戰。阿 Sir 擔心爆發大事件，搶先一步將易中引導出境。接住海南仔、洪錦堂相繼離開荷蘭避風頭。易中、洪錦堂離開後，荷蘭14K 群龍無首，勢力大不如前。海南仔走後，金鎖匙、大強尼同丹尼斯相繼上位，攞低咗唐人街話事權。阿公黨主要活躍喺2個地方，一個係作為資金水喉嘅荷蘭阿姆斯特丹，一個係作為人員補充同聯絡基地嘅曼谷。長期以嚟，兩地互為畸角，相輔相成。阿公黨喺荷蘭嘅戰績可謂風光威水，
不僅做低咗比利時聖和教父鄧家明，而且將後嚟嘅14K 英國教父牛史趕出阿姆斯特丹。另外，據稱當年魯辛猛人側頭送遇襲，身後亦有阿公黨嘅影子。隨住阿公黨勢力嘅不斷壯大，內部紛爭亦逐漸加劇，各個派系之間嘅利益衝突同矛盾日益尖銳，最終導致咗阿公黨嘅內訌。喺呢場內訌中，好多阿公黨嘅重要成員被殺害或重傷，阿公黨嘅勢力亦受到咗嚴重嘅削弱。儘管海南仔試圖挽救阿公黨嘅頹勢，但已經無力回天。到咗千禧年初，阿公黨嘅最後一任 boss 丹尼斯被做低，呢個曾經輝煌一時嘅幫派亦逐漸衰敗。海南仔雖然心痛不已，但亦只能無奈咁接受呢個現實。喺阿公黨衰敗之後，陳通明選擇離開荷蘭，佢嚟到咗丹麥哥本哈根，喺呢度開咗一間名為巴里飯店嘅中餐館。雖然表面上睇起嚟佢已經遠離咗江湖紛爭，但實際上佢依然係阿公黨深居幕後嘅重要領袖人物。喺丹麥嘅日子入面，陳通明過住相對平靜嘅生活，佢經營住自己嘅餐館生意，同時亦關注住阿公黨喺歐洲嘅動向。儘管阿公黨已經不如昔日咁輝煌，但喺陳通明嘅暗中支持下，依然喺歐洲華人江湖中佔有一定嘅地位。海南仔作為經營歐洲多年嘅老牌教父，喺江湖上依然頗有影響，特別係新馬泰等東南亞人群嘅推崇，喺親友中間威望好高，話佢係一位熱心講義氣嘅大佬。然而江湖嘅紛爭並冇因為陳通明嘅離開而停止，即使遠離江湖，海南仔亦曾同危險擦肩。2009年1月，海南仔生日當日，同越南裔保鏢發生激烈爭吵，隨後保鏢掹出噴子，將海南仔同佢嘅一名新加坡友人射傷。雖然係江湖教父，但半個世紀以嚟，海南仔一直過住漂泊嘅生活，無法返新加坡老家。2020年4月，海南仔於丹麥哥本哈根嘅公寓中心臟病發猝死，終年72歲。2個星期後，海南仔嘅親友喺當地一間教堂為佢舉辦咗葬禮。當日上百名江湖人士出席，當地媒體稱呢位過世嘅華裔老人為 Mr. Big。陳通明無疑係一位傳奇人物，從一個叛逆不羈嘅少年到幫派嘅重要成員，再到阿公黨嘅領袖人物同歐洲華人江湖嘅霸主，佢用自己嘅經歷同實力書寫咗屬於自己嘅篇章。然而陳通明嘅一生亦充滿咗爭議同批評，佢喺江湖上嘅所作所為不僅同好多人帶嚟咗傷害同痛苦，亦令佢背負咗無數嘅罵名同指責。儘管佢喺晚年試圖通過慈善事業嚟彌補自己嘅過錯同贖罪，但嗰啲曾經嘅傷痕同痛苦卻永遠無法抹去。陳通明嘅一生不僅係個人命運嘅浮沉同變遷，亦係嗰個時代江湖風雲嘅縮影同寫照。喺嗰個年代入面，幫派林立，紛爭不斷，各種非法交易同暴力事件層出不窮，同社會帶嚟咗極大嘅危害同動盪。然而，隨住時代嘅變遷同社會嘅發展，江湖亦逐漸發生咗變化。法律制度嘅完善同執法力度嘅加強，令好多非法活動受到咗嚴厲嘅打擊同制裁。同時，社會嘅進步同人們觀念嘅變化，亦令好多人開始重新審視江湖同幫派文化。喺咁樣嘅背景下，陳通明等老一輩江湖人物亦逐漸退出咗歷史舞台。佢哋嘅故事同傳奇雖然成為咗後人研究同探討嘅對象，但亦提醒住我哋要警惕江湖嘅殘酷同無情。陳通明嘅一生唔僅僅係一個傳奇故事咁簡單，佢更係一個時代嘅縮影同寫照，反映咗嗰個時代江湖嘅風雲變幻同人物命運嘅浮沉。